台湾南偏嘅菲律宾，本人现做千岛之国，佢有7060岛，但係西島就偏人無嘅特色。一擺，我哋到威利馬尼亞南方做飛行機，唔是一點鐘嘅天熱太上上午，天陰熱潮，沙巴、太海帶來嘅驚喜。太海到底有幾大嘅魅力？本人嘅鄉親先至也可以用天堂小屋來顯哦。一擺就天天撞婚，叫我來去感受菲律賓南方風口市小屋嘅熱情。雄心啊，你还没有让他强用，董兄会看到小福的蓝天啊，还有强强的海水。你看呀，全部都来后背啊！不过我去向书之前哦，我先请到人乡亲呢。欢迎哈 ，Simon。你好 ，Simon。对。你好。来我来。俺总恩呐。你好。小福鸦片哦，真给。太讲了啦！大自然的魅力真的是好棒。如果来苏武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海边的生活。我看你穿这样子，好像常常泡在海水里哦。我最喜欢做的活动在苏武就是海边的活动，所以说我很希望常常有机会来海边跑这样。你快来啊！那边准备好了，坐在单来去享受一下吗？没问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我们就可以上船了。哦，准备好了，都在上船了。对，船已经准备好了。上船了。OK， 走。Simon， 米诺客家人，5年前希望到國外開拓視野、增加英文能力嘅 Simon， 選擇到澳洲 working holiday。澳洲之旅變做 Simon 探索世界嘅開始。結束澳洲之旅以後，喺資深背包客嘅建議下 ，Simon 決定到小屋學英文，也未打開嚟記錄小屋嘅緣分，同時本對海島台灣嘅記憶，重新認識海洋。真的，这样很開闊，对，这風景很好哎，对，而且不像市區這麼的繁雜。在蘇武的馬克坦島有很多的飯店、resort、度假村這樣。有看到一片鬼片呢，全部都黑。然後很多沙灘啊，都是被這些飯店私人游泳的。現在來蘇武還有賣個後告，全部都不能進去。不用擔心，還有其他地方可以帶你去。哎呦，有私人景點嘛？對。看到那水懂牆，好清澈哦。對，這邊的水就是這麼的清澈。那我現在可以跳下去了嗎？馬上不用急，等一下就有地方讓你跳海了。Simon 講，其實一般人講嘅小屋，包含嘅船條167度，船體本藍藍、鹹鹹嘅海水面頂嘅帕沙灘之外，東邊嘅海域孕育出嘅豐富海洋生態，每本小屋變做好米水泥嘅天堂。一隻島一隻度假村嘅特色，水入邊眾多海水都變做實擬嘅，上面天數發展嘅小屋嘅廣告。到了小屋這邊的話，就是我們歐蘭國島的一個潛水點，叫做塔里馬。這是非常有名的潛水的地方，然後也適合浮潛，所以說我今天就帶你來這個地方浮潛。快等不及了，等不及。這邊的話，浮潛的話要跳水入水哦。跳水入水，沒問題啊。沒問題，那我先叫本地人示範看看。好，這個示範。Come on, show us. Jump. Okay, 1, 2, 3, jump. 就這樣。可以跳啊！你沒走對？走對啊！你沒走對？走對。我以前跳不來關啊？真的嗎？好，那在團隊裡跳。哦，真給他的，要不然你就母施工，就不用穿什麼器材。因為他們從小在海邊長大，玩水玩到大。Simon，問題你示範完了，哎呀，問你哦。好，沒問題，那我先下水，你馬上跟上來。好。你有跳？我直接入水，老幾強用誒。我先帶起來嘛，來帶一輪。等我來。你剛才是講嘛？我講啊，我再過100哦。好啊。來，再過100。哦，還沒行路哦，鴨子走路。他們，你用啥 Q 他跳下以後，好啊，一起跳。好，要給你血池。OK。你不帶這個，你蛙鞋也不穿。帶了反而難跳。哎呦，所以說先不要帶好了。平常時你都冇帶。對。好，那我要帶，我出血。帶一下。好，1、2、3就下去哦。1、2、3，go，跳！哎，我來啊，偏移啊！1、2、3，
次爷爷体摆做得怪海跳水千米。不过老实讲哦，伫那么多大嘅大海度游水，流通嘅洋流，由发达嘅海洋带来嘅无可天性，肯定难免本人不安。不过，闹热嘅海底世界，安尼缤纷多彩，真嘅本来太开眼界。OK 吗？哦，原来水不会咁冻人哎，这边的水。现在的水温的话，大概有28、29度。哦，很暖，所以说这个季节来潜水或浮潜都是很舒服的。哎，那刚刚跳海也只有看到懂多很多鱼哎。对，所以说我们把头埋下去看看。因为啊，这块区域是保护区，这边的话是不能捕鱼的，所以说下面生态都还蛮丰富的。龙江哦。Simon 讲，虽然自家伫海岛台湾出生，3米多的学府，才开始接触溺水热风户外运动，此在伫秋天太海度，真正感受到太海的魅力。要透过探索海洋热热，记录下新冠度亲难忘的特色时刻。接下来，Simon会带来众多时期，看一下因马家用的个缘分。Simon 就伫学府。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我工作的地方，然后像这个就是办公室。办公室的话，我们行政人员还有各国的经理都是在里面工作。然后从后面开始的话，就是我们教学区了，后面就是开始都是教室。故说那边是语言学校，连工作人员都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国家过来啊。基本上行政人员基本上还是菲律宾人，然后我们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籍的经理在照顾各国的学生，比如说我们的日本经理，有韩国经理，有我台湾经理，还有越南经理。故说那边语言学校差不多学生来讲的话，是从哪些国家过来看懂？我们学校主要是还是以韩国、日本还有台湾人为主，然后目前的话，韩国大概是一半。日本的话大概是5%，台湾的话大概是1%左右。从澳洲打工度假结束以后，我是先来 CIA 这间语言学校，读了5个月的英文，然后读完以后就留在这边服务台湾的同学，辅导他们在苏武这边的生活，还有学习各方面的。然后已经不知不觉已经3年多了。19年前，迄啲菲律宾的韩国人发现当地的英文同好，故说伫小虎岛方办了语言学校，用游学度假的方式，向韩国企业、让学生的来也为增加英文的能力。到一下，岛方已经有几百间的语言学校，非常的密切往来，还甲本小虎有了韩国夏威夷的名声。也按当年，为了拓展华人市场，语言学校要上网招来华文经理，同时想到了一岛的台湾人来也游学。要骗真给 For a while. Sure. We have a friend from Taiwan, so he would like to meet Sasa. 这位是 Sasa。你喺客家人啊？係。你喺仲看？你因為來一片學英文哦。工作1年之後來的。工作1年以後才過來，怎麼會想要特別過來學英文？因為這邊很便宜。主要是因為價錢的關係。價錢就是如果去國外的話，好像國外1年吧，沒有，國外1個月是這邊差不多3個月的價錢。差很多。都便宜。台灣學習的是比較美式的英文嘛，按對鴉片你會吃豆工，學起來會跟美式不一樣嗎？差一樣，我覺得一樣。所以你平常除在那邊念英文之外，還有去哪邊走一走啊？在那個學校來？平常因為我們下課6點半下課，然後就是6點半。如果你那天考試沒有過，你就不能出去了。按嚴格，這邊真的算是一個學校，對，每天早上都要考試，每天都要考試，是每天外出最基本的條件。對。他們考試沒考過的話，晚上會被禁足。這麼可怕！可是你在那邊你會覺得說成效還不錯的。跟兩個人向我練習一下，這老師我可以體驗一下他們怎麼上課的嗎？要走得。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m Damien, come from Taiwan. Oh yeah,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Teacher Joel. So, welcome to CA. Actually, this is a TOEIC class, so this is a listening class. S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in this class? Would you like to try? Yeah, sure. Okay. 乡亲，你们听到吗？其实讲的英文哦，其实就是这很美式的英文呢，讲话非常快，难怪可以好好练习。他说今天要练习的是多益的听力，吃口呢。好，来， Yes. Come on. Okay. How to do?
无论是为了增加英文的能力，还是为了考试，伫学府做了多年的英文教育体制，变做众多亚洲人爱去西方国家的跳板。做英文教育，免变做一个传统当意思海来落实的尝试，一个新型读书分享的条路。是讲啊，看到鸦片没有？鸦片没有，你要按多主攻的鸦片啊。这个存钱筒啊是给学生罚钱用的。罚钱？因为我们语言学校为了要鼓励学生一直都是讲英文，所以说在这栋楼的教学楼里面的室内范围是禁止说其他语言的。所以说他们只要说一次其他语言，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被我们抓到的话，我们就会请他们投5披手，5披手当做罚钱这样。我懂贵啊。这就是一个好玩而已，没有说真的是为了要赚学生的钱，这只是好玩，然后督促他们讲英文。钱呢？哦，今日上到因为落到鸦片，迄会讲你客家人过清诶。跟你平常时会讲客家话吗？唔会，冇关系啦。落到鸦片练习一段时间密集的训练嘛，鼓手等一下来让你闭嘴。练习客家话，假使讲你冇讲客家话哦。5披手啊，说你1披手就好嘞，1给发1披手。那我可能要先罚。1、2、3、4。不，你开有自信的好吗？他赶紧讲他搞吧。你按神七哦。也细细的主攻，虽然主动的大家讲母语的本能，不过三面提倡的学生的来亚威的目的，上次就是因为喺另外国，张做在体会到这种谈到母语的深刻感通。Simon 讲，就会因为这个你健康嘅团，另外国学英文，也会谈累嘅辛苦嘅团，故所行卡做在感受，了解学生的也用是独到嘅问题。另外国。要本台湾人行卡团结，面对学生的各种奇怪的状况 ，Simon 留当地的台湾法文经理，行卡家相互分享经验，一啲都冇受同样竞争。不过拄来又好咧，又学又有，沙来就听听读书了鸦片的 Simon， 跳下来去地方行下诶。我们现在就在旧城区 downtown，这是苏雾最早开发的一个地区，但是相对的这边的发展都市整个市容也比较老旧一点，都是比较老旧的。对。然后像这边就是他们很平民化的自助餐，就是很多菜肴在那边。从亚众就是自助餐。对，让顾客自己选择，然后也是看吃多少，然后付多少这样。其实来看要这些东西要推嘛，没懂穷啊。我觉得跟台湾的菜口味差不多，还有他们这边水果有时候水果吃法会比较特别。水果吃法某空庸啊。我问他一下 ，Excuse me， how to eat it with what？ Just put the vinegar and dip in salt. 要嘛干？这是醋泡辣椒，所以说有点酸辣的感觉。应该没有是水果，那也是辣椒醋。所以说这是我说这边有时候吃水果比较特别的地方。刚刚还有吃这个是盐巴。盐巴哦。对，盐巴。这含个东西，但是批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有点特别，有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工作先买一包回。Excuse me, how much? 10. 买一包吃看呢，多万多哦，要不要懂酸嘛？对哦，吃看吗？哦，还按呢哦。来，要照前本哦，去来用一张。哦。然后再沾这个。看起来有这冲的绵冰有啊，但是味道绝对是不一样的。真嘅，你叫木瓜係甜嘅，一個酸嘅，一個鹹嘅，混合不起來，吃看就抵了。Show me something like a song or yeah.吃看就抵了。
其实老实讲，虽然冇像水果，但真的是泡菜咁样啊。就是它的口味很多，但是它有水果的脆度。但是其实它水果本身的味道没有很多，我们该甜蜜，是研发的味道跟醋的味道这样，所以说不像我们在台湾吃的时候就很有水果味，很有甜味这样，所以说冇用用啊。哎 ，Do you like this? Yes. Okay, stop. Enough? Yes. Take a try. Good. 真嘅，一邊然之後考試有種口味落台灣就完全冇用。觀眾朋友，下年咪來到小屋，記得行於當地嘅市集來體驗一下一純辣嘅木瓜，感受小屋人嘅熱情和善良。來到下山期，就會發現小屋充滿了濃濃嘅西班牙風情。1521年，航海家麥哲倫來到小屋，傳入天主教。一下菲律賓變做亞洲天主教徒親道嘅國家。當年4月，為咗慶祝聖人出世來辦嘅節慶，便變做小屋親有代表性嘅法通。西班牙人唔但常帶來宗教，喺傳教嘅同時，為了音樂傳入小屋。我知道你喜歡彈吉他，所以說我今天帶你來吉他工廠來參觀一下製造吉他的過程。吉他工廠啊？對，沒錯。對，這間的話算是蘇馬克坦島這邊最大的一間吉他製造工廠。對，就是這邊的特色的話，就是手工製作的吉他。可是亞洲有，就是我們吉他來講叫做琴頸跟琴橋的部分，要部分東南用手工來做，因為哦，這個是做那平衡的地方，你用眼睛來看，要做到平衡的話，音色才會很準確。不好意思，我有機會可以體驗一下嗎？不會懂難嗎？啊？會不會很難啊 It's very difficult. Not that much difficult. 因為剛剛切卡就講到，要跟懂衝的部分，過上來了之後，切卡有一點點擔心，這是很重要的部分。You just this one and then like this one. Yeah. This one. That's it. 哎，真嘅，可以做到動強鬆誒，因為來做起來動有點卡卡的。同時呢，像哦，那還可以把吉他還給師傅哦，不然等下這把吉他賣不出去怎麼辦？對，我們還是還給專業。Thank you. Excuse me. How long time you make your guitar? 14. 14年了。14年按懂，你后来按科长还做了14年呢。给我10张口一次的时間，你一開始是怎麼接觸到做吉他這個行業 ？My parents. 阿爸傳本來嘅做琴功夫，第一隻對18世紀就顯示手工做琴嘅專業度，做得講當上見。這是西班牙傳教士透過吉他來傳教，佢條第6個體育站小屋，讓它變做吉他嘅故鄉。C chord. Yeah,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guitar. C. Yeah, it's a C from the guitar. Yeah. And if you do C on the ukulele, it's this one only. Yeah. And you have to do F, this one only. F. Yeah, F is this one. Okay. Goes like this kind of chords, yeah. Show me something like the song or... For the ukulele? Yes. Sure. So, we have to do one song. The Philippine song is okay. The problem is, I only know how to play, but I do not know how to sing. It's okay. It's okay. Oh, 唐一磊这个懂你在夏威海风啊，很轻快的感觉，对，很有热带风情的感觉。哦，弹给他来弹，自己都不太敢弹。这个 is ukulele is a Philippine song. No, any type of song you can do music, any types of music on these instruments also. Oh, so compare with the guitar. Compare with the guitar is this one, yeah. Do you know why Filipino like to play guitar so much? Most of Cebuanos, sir, they're talented with this kind of an instrument. They are talented. 他们说好像就是天生的，他们很容易就学会怎么弹奏吉他。有人講菲律賓人又醉就會唱歌嘅，又
脚就会跳舞。虽然係啲家家有風采、火山、體統嘅素材，不過菲律賓人還係保持係啲奶出吃菜嘅天性，仲會樂觀吃菜嘅彈吉他，從地用下無偏我民族嘅歌謠，熱情嘅民族性，還經過西班牙、美國文化嘅影響。莫怪有人會講，菲律賓人係東南亞嘅拉丁民族。可能就像Simon講嘅，做舞本人千難忘嘅，就係當天人嘅熱情，還有善良。到嘞。我們可以到已經Orlando了，所以我們可以上島了。就是我現在要帶你來看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東西，然後體驗不同的宿務的民情生活，這樣。採體發嘅東西，點解該用嘅東西？因為啊，宿務也慢慢了解到生態保育的重要性，所以說他們有做一些紅樹林復育跟候鳥保護的計劃。然後在那之前的話，我先介紹一個人讓你認識，他會給你做更詳細的介紹。Angie，I'm Damien。I'm Angie。嘿，那你用很稀啊？我們要坐嘟嘟車。啊，要搭嘟嘟車啊？哎，嘟嘟車同東南亞國家都懂得哎。對。哎，要給老東南亞國家因為膚淺啊，因為租呢？就上車，然後看里程，我們會不同的里程會有不同的費用，這樣。底部都是做頭用啥你？你要做3個也可以，沒做4個也可以，對。3個也可以，試試看。好，那我先上車。See you。我就跟你擠同一台車哦。哦，懂眼啊！哎 ，Angie，come here together。哦，冇想到，那茶案我比我空一的 CC， 裡面還可以擠3個人呢。這不算什麼，我還看過有擠4個人的。你都挑前那邊西茶你啊呢？這個算他們很普遍的交通工具。可以哦 ，So go，Let's go，We can go，耶！細細嘅tricycle按摩，啲是有一條主要態路嘅Orlando道檔，也是係千里片嘅交通工具哦。啲也為啲屬於東南片嘅賽道，雖然只有4公頃安泰，還有30公頃嘅條面帶。等一下就睇睇 Angie 來看菲律賓親自然嘅風土民情。到嚟啊！到嚟。啥嘞 ？Thank you。要不給空運懂很傳統的，不給。對，這邊的話會是比較一般民眾住的地方，一般民眾住的社區。這個島很特別，是居民就住在紅樹林的旁邊哦，所以說他們有慢慢意識到保護紅樹林的重要性。真嘅，佢一片摸海筍就卡這一條唄，比較小條，然後真的居民其實就在這個地方，然後我們後面馬上接的就是紅樹林。對，沒錯，這個島的特色就是在這邊被紅樹林包圍着。Simon，因為像會講有種樹屋鴉片啊，其實大家都去的都是可能是度假村啊，因為 TPA 共會知道這個地方呢。因為之前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原因，所以說我感受到旅遊不只是去享受，或者說去大家常去的度假村或景點等等。我覺得旅遊很大一個意義還有在要走入本地人的生活，去看他們本地人的生活的狀況是怎樣，這才是旅遊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這樣。所以講哦，來到一家梯棚哦，比方說好像走馬看花咁樣，沒錯。因為頭版有一句話就是這種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啊，你就看中午可以體驗到當地的人文風情，對，可能要在這邊住一陣子，要感受一下。像我這樣走路啊，其實我相信很多遊客永晴啊，很少機會可以走在樹屋這種比較傳統的地方這邊。Simon 講，Orlando島本身係國際重要嘅小調遷徙地。不過，老生態嘅豐富比起來，當地居民嘅生活實在少得過忙。舊上嘅居民亦是海來落實，本一群老風樹能上上嘅島民，行下對很多年來實體本人破壞、海洋污染、作業嘅量減少帶來嘅影響都有感觸。沒有人呢，開始啲撒氣宣傳實體保育嘅重要性。嘉賓就會那保護區的地方，對，慢慢看得到越來越多的紅樹林的區域，水好清澈啊。對，因為這邊是保護區，所以說會比我們剛才在村落看得到的水還要乾淨。那小胡特別跟你介紹這位 Adio 小姐。Adio，對。Oh, nice to meet you. I'm Damien. 她就是在做這個紅樹林的保育跟候鳥保護的一個工作。所以她算是整個發起人嗎？還是共乜概 Yes, I am in charge here. I am taking care. I'm one of the staff here. This is a protected area. We host thousands of migratory birds here.
especially during migration season. So this is on the Ramsar sit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migratory birds and the local birds. Why you want to make a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We need a group that can that will be the influence of the local people, no? 他们希望有一些比较国际的团体能够协助他们一起教育当地的民众，然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力，然后不会说这样子对本地人的话，他们才知道这个重要性不只是本地的，还是整个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性在。是压就是说地球村的概念，对，那靠国际的力量可以把这个计划做大。哇！哎，鸦片董秋跟一个好像通往天堂的道路，公司就收到鸦片，它一片一片削的是董秋。专业的就是不一样。真的，你这吃一轮哦，我觉得不像洋芋片了，比较像拔丝地瓜。好不嗨？那个整个很清澈，就是一个水上步道的啊。哦，因为那地哦，在台南面有一条区就是叫市草保护区，你可以里面就是这种水笔仔啊，那种红树林的那种生态。不过几条这片可以抽笋的较多啊，那看那片它都航路沟去哦。对，那边有一个野鸟的观赏台。哦，航在水底杯呢。由发发枫树那个奥兰高岛，在1994年，本人认你沦杀国际重要实体名单。你河坝老海水加强下的素材，束缚土地的枫树那，每本奥兰高岛变做野生动物的保护地。那还问哪位去天堂？那想奥兰高岛就系人间天堂。终于，到嘞！哦，要看下去哦，这感觉跟刚刚那边看见完全不一样。哇，这个保护区这样子，其实这样看过去一整片就觉得很壮观嘛。我觉得被那红树林整个包围起来，感觉真劲浓厚。石贡哦，你给我你有用几飞共知道这个计划嘞？讲到这个，那是大概2年多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是从台湾来欧兰沟这个地方做志工，然后参加这个保育的工作。然后因为借由他的介绍，我才知道欧兰沟有这个志工团体的活动，也有这个保育的活动，所以说才会知道这方面的资讯。是讲世界是一本书，朋友就係9年一套嘅 index， 自信嘅交流，每本西門地帶。原來台灣嘅 VYA， 啲當年嘅韓出家，會用志工交流嘅方式，讓村民強下生活，聽書沙期營造，強下傳統生態旅遊。你要給那個樹是香蕉樹嗎？对，这是香蕉树、芭蕉树。所以香蕉在菲律賓因為山東有名。香蕉的话是他们非常重要的食物之一。OK， 下車啦。哇哦，走往裡面走吧。对，我们進去看一下。Thes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bananas in the Philippines. Oh, excuse me, can I try? Yeah, you can try. Oh, yeah. 这用做一片一片哦，因为它等一下会一片一片的下去炸，就像洋芋片这样子一片一片的。哎，其實用條都係講啱啱咯，就是因为品種的不同。因為台灣嘅講真嘅西門講嘅唔同，有啲啱啱又冇乜嘅懂甜嘅，没有什么甜度。OK， 功夫就出到鸦片哦，它一片一片削的就懂。专业的就是不一样。真嘅呢，第一拜嘗試這種感覺。OK。It's my first time to fry the banana. Banana chip 啊，那劈了就吃到就已经闻到那种焦香味，其实有点像，我不知道，我闻起来其实有点像焦糖的饼干的感觉。很烫哦，很烫。你这吃一来哦，我觉得不像洋芋片了，比较像拔丝地瓜。如果这是现做的才会有这种丝，如果我们在超级市场制造好的放在那边卖的，不太会有这种拔丝的状况。啲毛水店一條基礎10批嘅奧蘭高島，居民平均達10日嘅收入冇到120美金。故所用一條小小嘅資源，創造出很多多可能。一次嘅沙期經思考嘅事情，最多嘅工作感就係居民向下想出嚟嘅創意。上次會知道啲物資強起嘅素材，連到很多做嘅 TV，
这种简单又美好的感觉。Welcome to Suba. Super， Yes，差不多，Simon 就亚 V 嘿。对，我们就是来了这个地方。 Can you introduce me for me? Yeah, reading area for the kids. Come and see. Yes, so many kids here. How to say hello in Philippines? Just hello And say mabuhay. and say mabuhay. Mabuhay. Okay. Oh, mabuhay. Hello. 哦，亚 V 連同一起。对，他們都還蠻熱情的。嗰個記得就嘅 DIV 托數行嘅樣啊。对，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在台湾有一个国际志工团队，然后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会带我们台湾的青少年或者说甚至是成人来这个社区做志工活动。然后主要的志工活动就是说协助他们做社区营造。哦，發展起條嘅村落啊呢。因为有些学童他们很年轻就辍学了，然后所以说没有太多资源可以去上学，所以说就办了这个读书会，让他们没有上课的时候来这边读一些英文书这样。Can you let me see this? Kitay-tay. Can you let me see this? It's here. Actually, inside is Oh, Chinese, and Chinese. then they have the English version. You bought this? No, the volunteers bring that from Taiwan. They will bring here. How many Taiwanese volunteers come here? Actually, every batch they have more than 20 person. 哦，所以他们会带来这些书是从台湾带过来。是捐赠过来的这样。 What's your name? Brian. Ryan. Hello. What's your name? What? Lemina. And then what's your name? Name. Kim. 他可以就懂事，他们都記懂事。How old are they? 6 years old. 不错，那个志工团队就会跟我培养他们从小就开始念对英文。Can I be a volunteer today? Oh, you can. Yeah, that's my pleasure. Cheers, man. How to swing? I meet. I would be. Good. Give me five. Yeah. My name is Daniel. What's your name? 下班爱上，志工可能冇办法解决撒气的根本问题。不过撒本10年的有机费，冇出门就做得地天下的事情，对各个类嘅志工带来嘅多元文化，就会变做10年嘅资产，打开几条汉卡多对生活嘅想象。志工每本几条地，伫眼房总会有人思念的。感谢 Simon 带我来到奥兰嗰度，虽然也为物资欠缺，还冇水天，不过乃啥感受到事老树之间，这条父母亲的界线。如果你跟我说你非常喜欢大海，你甚至说你只要有放假，其实就会过来潜水。对，那到底宿务这边的海洋对你来说，咪咧黑马该呢？像你说，我从来到菲律宾的时候开始接触潜水，潜水之后就开始迷上了潜水，原因是因为大海给我一个宁静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我在市区工作的话，每天交通都很繁杂，然后工作的话也蛮繁杂的，唯一在假日的时候来潜个水，可以放松一下我的心灵，让我享受一下宁静的空间，这样。空你都会宿务要偏适应都懂后，不管是食物啊，或者这边海。还有，你以前是在 working holiday 在澳洲嘛？对，没错。漂流来漂流去，好像都懂关系。对。跟你们那开上港哦，上港 V 楼的黑豆鸦片，还跟我们会做米头。短时间的话，我觉得在菲律宾还是不错，但是始终还是要回台湾，因为台湾毕竟还是我的根，家人都还在台湾，所以说我计划在2-3年内，我要计划回台湾安定下来这样。跟你跟我适当的要比多投入的时间，不看你不会讲不会笑啊，还是讲唔会啦，都去澳洲按久的，冇赚了分。家人当初知道我想留在菲律宾工作的话，他们有点不能理解，因为他会想说，为什么台湾这么多菲律宾劳工，从菲律宾去台湾工作，而我一个台湾人要来菲律宾工作，
所以说他们有点不能理解。但是还好，在去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有来菲律宾找我玩，他们实际看过菲律宾的状况，然后我也带他们来海上玩，他们就能理解说为什么我喜欢在菲律宾工作，然后也开始慢慢理解说在菲律宾工作不是完全说没有前途、没有发展性。所以讲菲律宾对你来讲，可能在多条路还有开眼界的一个中继站。对，对我带来很多不同的人生的体验，对，就是算是不错一个回忆。有条路，迄个无去行，你永远唔会伫自由激发。Simon 讲，野下嘅神法就像欧洲治理嘅眼神，人生係规串基因搭起来嘅。不过向上世界，以前上去每个大兵嘅想法，天天演技变态，没有人目标嘅 TV。有人讲，旅行中有结束嘅意义，不过现实就係大家身體健康嘅當下。祝福 Simon 喺舒服嘅碧海藍天下，得到行下到生命嘅能量。有人啊，先問看啦。Excuse me， Miss Susan inside？ Susan inside？Yeah， 台记都到黑马该人哦，跟门口还有警卫守，而且还有看到警卫有配枪哎。Excuse me，Can I come in？Can I come in？Yeah。哦，应该都对啊，这个弄门口呢。苏珊姐，你知不知道第一个环游世界的人是谁？第一个麦哲伦啊。麦哲伦到这边是被这个拉布给他杀死了。啊 ？Is sad, no? Well, yeah. Yeah. But you know, years ago, it was very common that they fight each other. 欢迎。你看，做对你来看一下嘛。一键前进。哦，太极啊。哦。你会不会太胎啊？公发有回声，去搞干够多吗？这就是说，在菲律宾这个地方啦，哈，要自己要有大一点的房子就比较容易啊，在台湾就是比较不太可能，因为我先生他喜欢就是说住大一点的房子啦，还有比较宁静的。哦，要这样就会你会欣赏啊，哈，你是我老公啊，你老公啊，佢係德國人。德國人哦，可能從外國人，同德國人。外國人。Nice to meet you。啊 ，Herbert。佢會講中文嘛？啊，佢聽到，但是排寫講。啊，真的呢？你好，我是鐘漢。鐘漢。我是 Herbert。他說我是 Herbert，他會講一點點。我看你那条真的很恩爱哦，你看访问一下也要牵手。哎，你用茶可以了，年纪有一点茶，可是说外国人看起来好像比较成熟一点，对吗？对。38 years。我们已经结婚38年了。哦，38年了啊！38年，前几个月回去台湾啊，很多人看到都认为说他是我爸爸。事实上，我觉得说我们很幸福啊，是不是，Herbert？哦，跟他38年了呢，哇，38年还可以这么甜蜜，真的不容易哦。太极大姐，你觉得他哪边好？他脾气很好啊，很顾家。我问Herbert。你觉得老婆？你觉得老婆哪里好？啊，老婆好不好？很好。此时就好4歲呢，老學佢嘅 Herb，1977年來到遊艇王國台灣。因此呢，喺董事出身嘅蘇神姐，兩公婆帶定一堆子女大兵，喺台灣開創自家嘅遊艇市場。Herb 做嘅遊艇，亦是喺德國人信任度嘅品質保證。1990年代，希望有遊艇俱樂部嘅 Herb， 選擇到學府退休。一下子唔太咧，喺美國有自家嘅發展，兩公婆就選留喺學府，繼續追求自家嘅太海夢。哦，太氣啊！左邊看到完全都冇共用誒。
这个一大早就是这个样子哈，尤其是早上5点多的时候，它那个太阳会慢慢升起来。用心你有糖豆嘛哦，其实这边还听得到鸟叫的声音。是啊，它的鸟叫声音好像是在唱歌一样，是挺舒服的。那从平一看到一开篇全部都五呀，全部都是大海哦。是啊，对对，我们就是喜欢这种生活。这个房子里面，你最喜欢的风景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 I spent a lot of time on the balcony because in my younger years I did a lot of sailing. I sailed across the Pacific, across the Atlantic. I went to Europe in my own boat. And when I sit here and I look over the ocean, I think of all those times. 所以每次我们去台湾啊，或者是回去德国，或者是去美国的话，他总是一段时间就很想念这个家，所以我们常常说 home sweet home。这个是我们的 home。鸦片已经变成你的 home 了，那种 sweet home 是家乡的感觉。对对对对对，20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是台中东市嘛，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台中港附近找了几块地，但是那时候那个地都是属于政府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哎，我们换个地方。那换个地方，我先生他就转这个地球仪，哪里好呢？地球仪啊。是，那地球仪他转到就说这个树屋是讲英文的，2个孩子读书没有问题。一身分太好嘅兩公婆，就從天天海西湖嘅遊牧民族，飛到有7個海，喺中年嘅時間，結這個帶定一堆子女來到石湖，埋下封梯，繼續7個太海夢，一隻海上嘅撇種，係靠7個同屬嘅 herb 親身起嘅，蘇神之小講 herb 係健愛嘅地區人。自家係無養苦嘅客家人，故所佢條兩沙就有辦法開山打拿，相互扶持。另外佢繼續堅持佢條嘅遊艇俱樂部夢想，一下20人嘅個體咧，石湖早就係佢條第2個故鄉，等一下就停佢條來去嘅路。一個乜解啊？麥哲倫打仗的地方啊，所以這個就是紀念碑啊。你有沒有看那個碑？你知不知道第1個環遊世界的人是誰？第一個麥哲倫啊？錯了，麥哲倫到這邊是被這個拉布給他殺死了。他怎麼有可能說去環遊世界It was from Spain. Spain. Yeah, and they came with a bunch of boats, and of course they landed here in Cebu, and I don't really exactly know what happened. Either, you see, the natives at that time were not very friendly, and so when his people came on land, the local people didn't like it, so they had a fight. 这个地方就是纪念说麦哲伦被杀。讲董审期哦，要这片都纪念麦哲伦惹到鸦片呢。这片那个铜像，你讲要给拉布拉布。是啊，就是 it's very sad. The statue is Lapu-Lapu, and here is the Magellan Cup. It is sad, no? Well, yeah. Yeah. But you know, years ago, it was very common that they fight each other. 小上世界沒有太紅回夢嘅 herb 講，歷史冇絕對嘅錯，行係唔錯。因為人都有7個嘅立場，讓夢想寄託喺太海嘅麥哲倫，因為傳教士體咧，民眾英雄拉布拉布為保護家園相持，佢哋都做咧自家應該做嘅事情。對石湖人來講，佢哋強用此地安全金。这个琼亚这种游艇俱乐部就是 Herb 的梦想嘛。对对对，你看那边有一些帆船啊，有一些汽艇啊，这样看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啊，很。Yeah, you see, what is so bad is the time is against me. You know, the time goes too fast. 这 Herb， 你觉得这样一整排你看起来什么感觉 ？Well, I like a lot. You see, okay, my boat was about like that, and I sailed from
California to Panama to Europe and back. 你的演技哦，其实是说可以好好的休息啦，为什么还要坚持梦想，想要把它完成呢？ I wanted one much earlier, but it didn't work out. 时间不会等你啊，不过你的梦想如果坚持到底的话，听说会成功。你看他自己有开船，你看从那个北美一直到巴拿马，再到欧洲，一般你都做唔到的事情，你都做到嘞。那雄心听说哦 ，V 的时间应该都得完成。太史讲 ，Herbert 虽然已經83歲咧，不過某件事情還係關親身來做，一直到去年腳挫傷，佢就喊死定怪獸來演遊艇嘅紅路。我有勇嘅意志，怎做得安尼堅持夢想呢？我想，可能實際去做，對佢來講就會人生啦。 When you first time to see Susan, she applied the job. She need to speak English, but she speak nothing. Why you? Why? Well, you were cute. 因为那时候他跟我说我长得可爱呀。And you see, at that time in Taiwan, nobody speaks English. Yeah. You know, we put an ad in the newspaper to look for a secretary. And we get a resume, you know. She writes us a letter. And I think, oh, her English is better than mine. But then she comes, she cannot talk. You know, in Taiwan, many people, in school, they learn to write. Yeah. But not to talk. Yeah. 你给我是台籍，你又有凶哦，你又不会讲英文，你怎么有那个勇气去应征呢？应该说觉得说这个工作有一点挑战性。我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因为我觉得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然后我从他那边学的很多。所以父母亲一开始知道你认识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觉得很惊讶，就说哦不行哦，会反对啊。那时候是说有啊，就说哎好好考虑啊。有一点就是说，哎呀，那是外国人啊，你了解不了解他啊？你做这个决定啊？那时候我已经了解他啦，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我去美国啦，然后我也去德国啊，跟他那些亲戚碰面啊，还有跟他的朋友碰面啊，所以从他朋友他亲戚的生活看起来，我就知道说他容易不错，而且我们相处的那段时间，我也觉得他没有什么坏习惯。就是讲，好像你刚来的时候对这边的文化这些好像也不是相当适应。像亚我英国那边很担心，就说一个女儿嫁到这里来，她会不会受什么苦啊？那他们当初有接受或是反对这件事情吗？不会啊，因为毕竟就是跟着老公的，而且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父母亲都知道他对我。那我想问一下 Herb， 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其实苏晨姐一直都跟我提到说，就是你很照顾她嘛。那现在反而就是说，因为可能你身体比较不舒服了，变她这样照顾你，你有什么感觉 ？How you feel about that? Very bad. Very bad. 他说，因为我要照顾她 ，very bad. It's unfair. You see, the man always should take care of the woman. 一个丈夫应该要照顾太太，不是太太照顾丈夫。所以他现在感觉就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对，做不对的事情啊。对，因为以前都是他在照顾，大大小小。You see, and that is of course why it is good better in the Philippines. 哦，用得够。Because you can hire a helper, and that's easier on you also. 这样子对我来讲就比较容易啊，我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You see, right now, if I do nothing, it's okay. We have income, but Susan also gets older, and so we should have someone that will help, support Susan. And you see, in 5 years, or we need someone that will stay with us longer. Okay,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and then we hire somebody, that's too late. Yeah. See, we need somebody now, so that after a few years, she will know what to do. No, I'm very, very appreciated to be your wife. Thank you. Even a good husband and good father. He always care about the family, always care about us. Thank you. I cannot find better husband than her.
Albert 对来讲，虽然时间无情，不过佢还卡要继续留佢对抗到亲密。不过无乜啥总唔得本人推理，总会有几日佢要比Susan还卡早离开，冇办法向下送作挑迷，迄佢冇做到，这样事束缚佢一生人嘅约定，冇应该本Susan一家舒服，佢是希望有人做得好好留Susan做伴，就像佢爱Susan强用，束缚一生人。